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这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1118天。根据这个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官方媒体基辅独立报宣布，乌克兰军队从库尔斯克苏贾完全撤军乌克兰证实从俄罗斯库尔斯克苏贾撤出乌克兰总参谋部3月16日证实，乌军已经撤了。这个泽连斯基也一再宣布乌军已经完成了在库尔斯克的任务。这个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西比加他说正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所说的，我们将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开展行动，并将在未来继续开展行动。也就是说这个乌军并没有完全撤出库尔斯克。这个泽连斯基同时还说他说撤回乌克兰的乌军进入克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地区，继续与俄军作战。根据这个有关人员画出来的地图推测乌军目前在库尔斯克还有2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占着的。那乌军到底是继续占下去，还是说从这200平方公里还要撤？这个目前还不太清楚。我更倾向于这是美俄之间的一次交易，因为只有库尔斯克问题解决了，普京他才能停火。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报道说在库尔斯克没有乌军被俄军包围。说上周五特朗普不说了吗？有成千上万的乌军被俄军包围，特朗普恳求普京不要杀死他们。这个美国战争研究所说这是特朗普撒谎。泽连斯基也否认了有大量的乌军被俄军包围。我们先看看克里米亚3月15号，一架法国的 E3F 预警机在2架法国阵风战斗机的保护下，在克里米亚附近的黑海上空执行了一次长距离飞行任务。这不是北约任务，而是法国的任务。飞机上的情报被分享给了乌克兰人。这个很有意思往常在这个黑海上空克里米亚附近执行飞行任务的搜集情报任务的都是美国的全球鹰现在已经换成了法国的 E3F 预警机，在2架阵风战斗机的护航下跑到克里米亚去搜集情报。一般的只要这个美西方有飞机在那个黑海上空搜集情报，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克里米亚或者是克里米亚大桥就会遭到轰炸。那看这一次会不会炸克里米亚或者克里米亚大桥？也就是说黑海上空的这种情报搜集人家法国人已经接手了，不需要求你美国这个特朗普很有可能撂挑子。这个前几天乌克兰海军司令阿列克谢内兹帕帕中将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过，说俄罗斯知道乌军正准备第3次攻击克里米亚大桥行动，说上帝喜欢3位一体，乌军之前已经成功了2次。你要想到法国的预警机在这儿搜集情报，很有可能就要发动第3次攻击克里米亚大桥。如果乌克兰海军司令说的是属实的话，那么针对克里米亚大桥的第3次袭击很有可能是发射远程版的海王星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这个前2天泽连斯基已经说了，这种长程版的海王星已经打击了这个图阿普谢什么炼油厂。当然了，这个乌军到底打不打克里米亚大桥，这个也不好说因为这现在都是一些战言法。克里米亚大桥现在实际上它已经不能承担这个后勤保障任务。还是法国乌克兰空军米格29战机使用一枚法国锤子制导炸弹，摧毁了一座位于奥莱什基俄军控制的 E97 高速公路大桥。俄军一直使用这座桥向达奇镇和赫尔松附近第聂伯罗运输装备。也就是这个乌军用法国的锤子制导炸弹直接炸了这个奥莱什基公路大桥，也是法国的装备再次这个闪亮登场。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俄罗斯的叫图阿普谢炼油厂，也就是那个长城版海王星打击的那个炼油厂，说大火仍在继续，一个容量为2万吨的汽油罐正在燃烧。俄罗斯方面看起来并没有能力扑灭大火，只能等待汽油烧光，而大火则在逼近另一个容量为2万吨的油罐。自战争爆发以来，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已经至少3次遭到乌军的袭击。之所以提到图阿普谢炼油厂，是因为3月14日的袭击很可能不是由乌克兰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的，而是乌克兰发射了远程改进型海王星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这个对俄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再看看这几天比
比较热闹的就是停火协议啊，对吧？乌克兰方面和美国已经达成一致啊，要停火30天，但是啊，普京采取的是一个拖字诀，就是他同意愿意停火，但是从哪一天开始停火，他并没有说，就是在拖啊。这个泽连斯基最新的表态啊，是在由英国发起峰会啊，然后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这泽连斯基说啊，乌克兰期待来自欧洲、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安全保障承诺，决定不应受俄罗斯的影响。大家都认为乌克兰在沙特阿拉伯谈判中胜利，欧洲国家也希望组建自己的谈判小组。俄罗斯计划在库尔茨克方向包围乌克兰军队，但包围的地点在乌克兰领土内。乌克兰不承认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属于俄罗斯，说美国在沙特吉达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得到了乌克兰的立场，也就是乌克兰一再重申啊，领土是不可能承认割让给俄罗斯的。说停火可能需要的不仅是30天，可能稍微更多。比如停火的安排，美国最重要的是不接受俄罗斯的条件。这是泽连斯基啊他的这个一个表态。泽连斯基还要求啊，说乌克兰与欧洲各国必须加大对国防工业的投资，说加强防空系统是乌克兰和欧洲共同的诉求。俄罗斯无权决定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问题，听取俄罗斯对欧洲军队部署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信号。欧洲军队应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这是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安全保障。如果普京想在俄罗斯境内部署外国部队，那是他的事情，他无权决定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安排。这是泽连斯基的态度啊。而这个马克龙啊，他向记者进一步解释啊，他说欧洲军队在乌克兰的部署将会是什么样的？目标不是大规模部署欧洲军队，而是在关键点部署各国数千名士兵。马克龙解释说啊，我们记录了北约成员国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战略存在，这是安全的保障，因为美国和几个成员国拒绝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马克龙还说啊，西方可能在未经俄罗斯同意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因为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有权邀请外国军队驻扎。该报道称啊，英法向乌克兰派遣所谓维和部队的计划正处于最后审批阶段。基辅、利沃夫和奥德萨等乌克兰后方大城市被视为未来欧洲维和部队重点部署区域，也就是啊，这个英国、法国不会征求俄罗斯的同意，他们直接就派部队到乌克兰。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你只要把部队派到乌克兰，本质上就是在参战。那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啊，他也主持这个乌克兰联盟电话会议，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26个自愿联盟国家领导人同意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其支持乌克兰停火。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表的讲话证实，该集团将加倍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扣押俄罗斯资产的选择，以加大对普京的压力。我们看看这个美国这边啊，这个美国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啊，他说啊，特朗普可能于下周致电普京。维特科夫说啊，他在周六和周日与特朗普讨论了其反俄的结果。美国总统期待乌克兰冲突在几周内得到解决。维特科夫表示啊，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谈判距离正在缩小。那关于这个停火协议啊，这个特朗普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了啊，他说与普京的会谈进行的相当顺利。他说我们将在17日周一了解了更多关于停火的信息。他还解释了自己承诺在24小时内解决乌克兰冲突是在耍滑头，我是故意讽刺。大家看视频啊。Are you speaking to Putin in the last days or hours personally?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it, but we are dealing with him, and I think it's going reasonably well. It's a very complex situation. You know, it's a bloody, terrible war, and I do think it's going well. As you know, we have a ceasefire agreement with the Ukrainian group, and we are trying to get that with Russia too. And I think thus far it's gone okay. We'll know a little bit more on Monday, and that'll be hopefully good. I'm not understating the complexity of all this, but as a candidate, you said you would have this war settled in 24 hours. Well, I was being a little bit sarcastic when I said that. I would. What I really mean is I'd like to get it settled, and I think I'll be successful. What's the plan if Putin doesn't agree to a ceasefire? Bad news for this world because so many people are dying, but I think he's going to agree. I really do. I think I know him pretty well.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agree. 也就是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一直不说吗？24小时停火，然后记者问他，对吧？你怎么停火？他说这保密，不能说。现在呢，对媒体说啊，我这个是讽刺。特朗普还行啊，还没有说这是修辞手法，对吧？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对吧？有的国家不有修辞手法吗？特朗普他总是说啊，普京会停火的，哎，他了解普京，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并没有对普京有只言片语的这种恐吓，不像对泽连斯基那样的打压 PUA。我们看看17号这个普京会做出什么反应。但是停火啊，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普京他需要停火，但普京他需要面子。这个泽连斯基啊，他一次又一次的重申啊，他说乌克兰永远不会承认被占领土是俄罗斯的。他不知道美国和俄罗斯最近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到底讨论了什么。如果美国和俄罗斯方面谈论这些话题，那就让他们谈他们的吧。最近这个美国特朗普不是下令吗？美军要打击那个胡塞武装啊，进行轰炸。这个卢比奥啊，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这个拉夫罗夫马上啊开始护犊子。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啊，15日在美方倡议下，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电话交谈。期间，美方通报了对红海地区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的决定。消息称，针对美国代表提出的论点，拉夫罗夫强调了立即停止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以及各方开展政治对话，以找到避免进一步流血的解决方案重要性。你看啊，美国打击这个胡塞武装拖鞋军，对吧？这个疼在这个俄罗斯的身上呢。去年这些拖鞋军拿着那个火箭筒炸这个路过红海的那些货船，不还炸那个美国的航母，引得晚上好多这个黄俄兴奋呢。这回招致打击啊，不知道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啊。3月16号，白宫方面表示啊，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基辅需要放弃一定领土，以换取未来的安全保障，也就是领土换和平啊。美国啊还是在压这个泽连斯基啊，接受领土换和平。泽连斯基说了，你们自己谈自己的。但是这个泽连斯基啊，现在说话也开始含糊起来，也就是开始玩战略模糊啊。3月16号消息，泽连斯基表示啊，俄乌冲突中的领土问题复杂。泽连斯基在参加由29位世界各国领导人组成的自愿联盟虚拟峰会后发表了这一言论。泽连斯基表示啊，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领土问题应该在稍后进行详细讨论。乌克兰领导人同时指出，乌克兰永远不会承认克里米亚、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俄罗斯的领土啊，这是一条红线啊，不可逾越。但目前泽连斯基还这么说。关于这个克里米亚啊，现在又出了新问题啊。土耳其在克里米亚被占领周年纪念日前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土耳其外交部表示啊，在俄罗斯联邦于11年前，就是3月16号啊，通过非法公投吞并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不承认克里米亚的既定现状，因为这违反了国际法。我们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这土耳其啊，态度非常强硬，根本就不承认那是俄罗斯的，那就是乌克兰。这个土耳其还大骂欧盟啊。3月16号，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高级顾问乌丘姆表示啊，说欧盟对土耳其表现出虚伪和不诚实的态度，无权向土耳其传授民主知识。乌丘姆补充说啊，实际上欧盟正在走向衰亡。欧盟就是现代的病夫，那些代表这个病夫发言的人，首先应该看看自己。一个病夫的欧盟无权教导土耳其民主和法治。这个欧盟确实啊，这个行动缓慢了。3月15号，欧盟提议成员国设立一个乌克兰安全援助基金，筹措200亿至400亿欧元资金，专用于对乌提供武器弹药。为避免遭到个别亲俄国家的否决，就是匈牙利啊，该基金以欧盟成员国自愿名义参与设立。但实际上还是欧盟统一筹划，各国按经济权重以现金或实物形式认购基金份额。欧盟将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超额利润中贡献19亿欧元。各国需要在4月30日前表明参与意向。你看看啊，这么就来回这么磨叽啊，打仗就是打钱啊。欧盟还不能痛痛快快的，连个匈牙利都搞不定啊。欧盟达成妥协，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已在大使级别达成协议，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再延长半年至9月15日。这个加拿大的新总理啊卡尼对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他说今天上午啊，我与斯塔默总理、泽连斯基总统以及我们的许多最亲密盟友进行了交谈，讨论乌克兰的和平之路。加拿大支持在乌克兰立即停火的提议。现在俄罗斯必须停止拖延和发动攻击，现在是俄罗斯真诚坐到谈判桌前的时候了。正如7国集团在加拿大达成的协议，我们将加强对制裁的监督，以鼓励遵守制裁。说加拿大是
是乌克兰的坚定的盟友，我们将确保乌克兰现在和将来都能获得自己所需的军事支持，也就是支持乌克兰打到底啊。3月15号消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伯尼斯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会考虑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所有举措。他在社交网络上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消息。澳大利亚支持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澳大利亚始终愿意考虑任何支持乌克兰的新提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特朗普的俄乌特使凯洛格似乎好像消失了，对吧？这个沙特的会谈没有他，泽连斯基到这个白宫去吵架也没有他。特朗普15日宣布任命原被提名为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的凯洛格被缩减为乌克兰事务特使，就管乌克兰。什么意思？你就不要去俄罗斯了。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人不喜欢他。特朗普称凯洛格为备受尊敬的军事专家。这个凯洛格我在他第一次到基辅访问，咱们就说了，他是对乌克兰是抱有同情的态度，所以得罪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特朗普为了取悦普京，居然把这个凯洛格给他免了。实际上这个就能看出特朗普的这个内心对吧？他的一个倾向性，说白了就是向普京示好。这个俄罗斯人呢，看样子他不想停火，就是他国内有各种声音。这个普京的总统助理兼乌克兰停火提案高级代表说叫乌沙科夫他说，我认为这是给乌克兰军队喘息的机会，他们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俄罗斯军队正在四面八方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这可以被视为给乌克兰军队重新武装和重组的时间。我们立场，我们关切是众所周知的，是我们已向美国人传达了这些。所以我说这个俄乌战争一时半会还停不下来。普京愿意停火，但是他认为他现在占便宜，所以他要趁胜追击扩大战果。首先一个库尔斯克还没有完全收下，对吧？毕竟还有200平方公里被乌军占着的，对吧？库尔斯克不完全收复，他没法停火。欧洲呢不能接受乌克兰的这个以领土换和平，连这个土耳其都不愿意对吧？泽连斯基也不愿意领土换和平。现在就是特朗普迫切需要停火，所以说这个有多难呢？这个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向俄罗斯施压。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不应同意俄罗斯提出的停火附加条件。如果俄罗斯不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30天停火机制，那么特朗普应对俄罗斯立场更为强硬。但是很可惜到现在为止，特朗普也没有表现出过于强硬的立场。现在就看欧洲吧，英国、法国，对吧？派多少部队进入乌克兰？只要这部队一进入乌克兰，这个战就没完没了。那么这个老黄俄斯特列科夫前一阵子好像传言他在监狱里面被弄死了，现在好像又活了传言这个老黄俄发表了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他说我们至少还有6到9个月的活跃战斗行动，如果在这6到9个月内我们未能在战线上取得重大胜利，我们的前景将变得十分暗淡，因为到今年年底，北约国家可能会派遣一支有限部队加入军事行动，以防空部队形式配备飞机。简而言之，我对朋友唐纳德·特朗普的新举措不抱有任何好期望。也是这个斯特列科夫认为，这个特朗普也是在里面帮这个乌克兰争取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北约这些国家、欧盟这些国家要行动起来，需要6到9个月。我们看一看17号普京会提出什么条件？我猜想普京提的条件肯定是在停火期间不能武装乌克兰，不能给乌克兰送武器，乌克兰不能在停火期间这个进行军事动员等等更不可能让欧洲的军队进入乌克兰。这个恐怕普京他不可能上这个当，他一定会提这样的条件。乌克兰如果不想停火，就是我说的那就是死守库尔斯克就是不走，普京没有办法，他停不了。我们17号再看。好，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